恭请邮点传诗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点传诗好。点传诗好。 各位叶文生，各位助理，各位领导，各位组长，各位团组人才，各位家长班，点传诗好。 因为呢，中心国外的题目呢是电竞安利业销售，强起无法无天啊，这是今仔日呢学校要讲的题目啦。这题目呢，若要讲起来看文字是简单啦，若要做呢，足困难啦。但我讲的，我大个较歹做。 所以讲，叫做修啦，咱爱慢慢修啦，慢慢来修，慢慢来改变。咱人变不了，袂当是完是美啦。做了无好，咱过去呢，咱意念太济，所以讲呢，迄阵爱透过做了如何咱爱好好修，好好改变。因为咱心中咱嘛是分，其实咱袂记讲我就是分。 所以讲哦，你唔知你分，唔知你嘅高分，所以你看你嘅唔知高分，你就係學嘅。之前你若知講我原來我心中就是分，我就是分，你嘛是分，你就而家知講我袂使學嘅，因為咧，我是順先我，是咱理念有只會當做只較親切嘅事情來去，做我只迄種辦，既然呢度哪個話原來有一個佛性，有一個天性，呢啲是順先符合嘅，咱來好好改變咱家己，安尼叫做修，來叫做修，所以講要定情安尼，講起來要安怎定，我要安怎定，心態定下對啦，但孔雀講一心道下意嘛，心道愛把佛調的，意嘛才會穩走。這心道呢，是拍3千里呢，要安怎辦啊？我怪咱節目好來講，修道修心，萬道盡心。講來講去是講這心咧作怪，這心你若我到甲下空，你迄隻馬就會使就會穩走。 像咱真正濟，但是講這個好簡單，你即擺我哋聽我講，其實我簡單，就錯講搖大啊聲，講我出嘅，就準備去走，心就隨動啊，一定會對嘅，咁後來落雨，當時落聲，大聲，我好啲落雨，心就會走出去，所以講咱嘅心要拍3千里，就愛心到這。 巧嘅調，攏動就對。所以講，既然把呢個心教，修煉就是要把呢個心教把握好勢，意嘛就會走，即隻咩嘢就會走，修煉若要甲講嘅，即係較簡單啦。如果心教要安怎辦？你講佢定情安，要安怎靜？有誒人普通咱咧靜，定是法度，就坐喺遐聽甲出去講，坐就好，這個做坐靜靜，坐靜安尼，聽甲安尼落去咧，來聽到尾啊，清清無為安尼，來就當安心，安心要怎啊？安做去，靜聽安尼，有師傅啊，先定靜，安尼較簡單，安尼要修持攏較困難，互我是講實際，做實
哦，要开始掌握了，咱今日讲要甲清改，要清安那种无啊，哦，迄句话拢无啊，因为其实讲迄句话毋是歹听啦，迄是喙口语。啊，喙口语咧，有人时啊，你若参身份较悬的人，参遮文员做伙，有人你开喙，就即句话吼，人讲你吼啊，无教育啦，吼。甲你看做吼，无修养啊，无修养，讲即个话安尼，吼，啊无是个无歹。啊，既然安尼，咱就改变，啊，大家改无有人去改，吼。所以讲修养顶改有人写了，改咱毋知，咱做太太啦，修啥？较早有人写做好计较，哦，有人写做好计较咧。既然有人写修养，渐就会改变，尤其阮农家人去做生活。有人时啊吼，若咧计较含一条河都计到家啦。你这边较大边，啊我这边较细边啦，安尼啦，讲咱心肝歹啦，要甲偷啦吼，安尼。哦，较早互我嘛，咧时就开始，买有时候无啊对着，拢互白大，安尼拢袂讲话啦。毋过向远边，若拄则下地尾袂足紧啦，啊看着到地方哇。啊，我这边太较大边啦，哦，这心肝歹，啊，路要食我这边安尼啦，吼。啊，其实有人是迄地位歹，啊，所以讲以前吼，咱拢想讲过去吼，互我有一个远边啦吼。迄阵迄股毋是阮的，我就才去买的。哦，啊，大家讲我这远边500高价高，安尼，啊，先啊价高，为着这条河，有人想趁丝啊咧，100米的丝啊，拢趁的咧，要用烟边就分啊乌咧。啊，乌甲安尼直的安尼啦，吼，我吼安尼，哎，我就知影你，吼，即摆一个换我咧做了吼，我啊你会交计较，也我就甲计较半一边安尼，你会较细，较细，啊我会较大安尼，吼，要行较好行。即摆来到有人先来询问，伊拢会来看我，啊无人啊，我这少年人吼，啊就当咧学的吼，无安尼唔知会使啊袂使，若袂使你甲我讲一下，我较改进安尼。看哦，伊边较细边，我边较大边，哦，安尼会使啦，哦，少年的地位好啦。我讲啊，人就差小可伊就欢喜啊，哦，一咱就互伊批，啊加迄底啊，咱也无收偌济，咱会安尼想。啊，你若无收养，想讲好小可也无好，哦，安尼来就计较，安尼就计较。所以讲修道好就是安尼，要无你若啥物计较，伊也毋好，大家拢毋好，迄人毋好，偌歹生活咧，迄看着伊伫遐来回面，反正边仔啊回边仔咧，哦，啊你若有一团的好气，哦，看着到地回真稳，诚远就咧打招呼啊，哦，感觉足亲切，啊做人生世间感觉足看法安尼吼，所以讲要定。演员吼，大学的我无功夫，认真安利是啊。若显著功夫者，必得受名师集团妙窍，胜利胜利之来源，知熟之贤地，识无中之妙有，无上之妙修赞，然后亲手观用，修颜会之事物，依经主的三省，替轮回之事无暇，上至无。是处成绩成定神明啦吼，要定睛安利的，就爱咧先了解，因为我无讲我对地址有定睛有定睛睛有定安有定义，顶悬就还佫有两字的，爱地址就是目标，哦，你会知影你的基础，你要有迄个目标，迄个就是讲你的佛性去啊，要定睛安利你若无遵照你的佛性，你无法度定。哦，你会知影讲你内底有身份地，哦，你爱好好修，好好改变，你才会入定，无你变哪修？哦，无你无法度修。因为我无功夫是伫三公岭伫遐来，对大学之道在元明天在清明在自由之身，伫遐演变。哦，其实大学本来就是道啦，伊讲大学的道，大学本来就是道，迄个道就是要互你学上大人之学，哦，学上圣人之学。迄个朱子讲的讲，大学遮大人之学呀，咱儒先祖就讲，以我所见为言，我看毋是安尼咯。大学既然去清大学，对着无物，前圣之灵师，后天之代，有何殊可学呀？
若正经迄种大人之学，伊会当后天的伟大啊，伊会当真正是人事，迄种人毋免学啊。所以讲大学者正小人之所学，小人者圣人啊。小人就是圣人啊，毋是迄个君子小人的小人啊。小人就是圣人啊，圣人就是咱的百姓，是咱的百姓的学。所以讲学人大，要学这个道，必须你要明明你的德性，你内底要有一个德性，明你的佛性，你才有法度了解迄个道。也就有像老师讲的，较早迄电视咧做的，白沙墩妈祖讲叫人大家爱求道啦，迄个总干事迄款啦伫遐咧讲啦，讲道啥叫做求道，伊嘛毋知影。伊讲无就去学迄个老祖的啊，去看老祖的册啦。因为老祖就讲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德经啊，叫大家就去看道德经啦。伊都毋知求道是啥物意思，其实求道是咧求知，求迄个咱的自信是对所在，互你知影，受明书一句，互你知影原来我的身份就是藏伫遐，迄个叫做道啦。道会当讲，但是讲出来就是教。非常道无教，我今仔日徛一只，毋是咧讲道，是咧说教，安尼讲会出来就是教育，就是正个教。所以讲明教法，暗才来传道，暗中才来传道。讲的是一种教法，安尼尔，毋是咧讲道啦，是咧讲理啦，毋是咧讲道啦，因为讲会出来就是道啊啦，迄种上教是正个教，你若有受明书一指呢？你无法度知影你的志向地，咱今仔日嘛袂晓修行啦。干那讲咱要度人就好，某人来求道求什么道啊？伊都毋知影什么道，伊知要啥物啦？来拜拜要对拜，要拜来大庙拜，安尼，人嘛拢有为人言啦。你道都摕袂出来，等摕出来我看卖啦。互我较自信的，嘛谈你来。迄都摕袂出来，迄都摕袂出来，迄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社会人有人写伊太要听你的啦，咱细小就讲来求道来拜拜，若讲拜拜，伊就上大庙啊啦，要求道求什么道我毋知啦，有道无，其实咧摕袂出来，摕袂出来，世间人看无。伊就认为讲无啦，伊就认为讲无。其实伫咱即身的内底，受明书以及迄个所在，迄个志向地，是否伫咧耶稣讲的12家，就12家啊，迄就是咱人迄个自性所秘伫遐哩咧，伫迄个求道的所在，伊才有了秘伫迄个求道，所以讲伊不如了，咱人属于遮条。迄个地理有够好，咱较早人咧看地理，拢咧看迄个山明水秀，找好地理。好地理毋通讲咱内底有一个好地理伫咧，迄就是佛性的迄地就是佛性住伫遐。山头就爱小可圆，上尖就讲角就相连啦，角有相连。要好是找迄水源较好。咱是伫遮水源都好，即个山头清明，山头搁圆，咱即粒后山，咱的遐才叫山啦，即粒叫做山啦，叫做山，咱的佛祖拄啊坐伫遐，边仔即两粒目睭，这只两条狗就遮落来，头前后壁有山，头前有海，即个嘴叫做苦海，水是要作活。你若甲驶落还是种问题，你目屎流出来，直接流落来，规只两段流落来，就苦海去就对。拄啊好，佛性伫遐，即两道水来遮相搭，这食二合水啦。这若道理来讲地理来讲好，即个水性够好，食二合水，较流伫苦海去。咱的佛性上天甲咱创造有够妙，生有够妙，这种是上天的妙。真正上天的奥妙，咱大家拢毋知影，毋是咱时代高生啦，毋是安尼，咱是这着义迹。
父精母血来生咱尔。我讲吼，恁妈妈哪有遐尼厉害？我讲吼，若甲你生你目睭搬伫后壁去的就麻烦啦，哦，对毋对？毋过上天咧创造人吼，会足简单，哦，会从全自动就对啦，哦，这叫做上天的妙用，小天是天的妙啦吼。所以讲，咱大家一定求道，知影胜利的来源，出于伫迄个咱即身躯的元素以及迄个所在，哦，迄个咧，哦，迄个叫做妙有啦吼。但是无迄个相，咱会当知，会当身心宽容。咱的自性非常的自在，清净无为，无污染。迄个污染是咱人去染染着。上个囡仔打碗仔就是啥？污染无，嘛袂抢，嘛袂偷，啊，嫖赌饮拢袂，逐项拢袂。啊，一渐渐大汉，毋正了啊，学遐个歹安尼。然后好诶唔好，啊，计学迄歹，啊，你学歹较简单，要学好诶较困难，哦。啊，所以讲咱互咱到渐渐长大，先练到大汉诶话，卡要做完咱认济啊，伊咧平养。啊，所以讲即阵要修较歹修，就是讲吼，互我知，哪想讲强强要相歹去啊，因为卡要太轻啊，即马着要一点一点吼，像咱咧抽风机共款，卡到扫。啊，就叫人去安尼甲咱整理洗洗好清气，安尼参安尼共款，安尼叫做整理，叫做修诶。咱修行叫做修啦，安尼。了啊修改，了啊修改，了啊清，了啊整理，了啊整理，整理哦复回迄个光明啦。因为咱迄个宝镜吼，放伫迄中午人分之内，不知作何用呀？哦，因为咱的分性本来就足长啊。毋过咱人吼，都毋知咱有一个佛性，像咱的宝贝怎啊甲插的安尼啦，插的要创啊？哦，咱人有啥甲插的，不知作何用呀？你有钱买迄条物件，遐个啊贵怎啊去啊？毋敢摕出来显露咧，哦，啊着插的惊人体啊，晕对惊人体啊，惊人头啊，哦，啊所以讲哦，咱参迄个外国无共，外国人有人先你来外头，伊对伊也来好。小可有趁着钱，迄一挂金啊，啊就挂落咧，好，有人遮两三两啊就挂咧安尼。因为咱台湾人呢，哦，即个有够勇敢。其实老讲会信咧，因为迄有钱无钱就在早来咧。啊，你来遮趁食会好，啊你犯罪，你的财产就敢若迄条尔，啊就挂出来要请伊安尼就对。啊，咱台湾人活要惊死，哦，我来挂迄条万年咯，去互抢，而且含啊。阿妈囡仔叫喘，都受伤嘞吼。我看有人挂好，咱若挂一条就藏喺内面，人若挂一条就叫我甲摕出来。你看咱人咧成抄偌济，吼，有钱人咧，伊足低调咧，有人讲足低调，啊无钱诶足显调咧，吼。所以有人时啊吼，迄是咱人诶人性，吼，天性就无共款啦吼。所以讲咧，咱爱守干会诶事物。哦，富物事物咧，咱美丽远就有啊啦，还有四只高低啊啦，因为就是咱人的高心啦，咱人拢是高心。啊，所以讲迄事物，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无礼莫看，无礼莫去动，吼，都莫看莫动，吼，无言无视，无动毋通去做，动拢毋通去做，吼，迄无哈的，若哈的来做我嘅，毋是叫你毋通做。啊，因为咱人有人时啊吼，要叫伊无讲会困难。咱若讲啊出来，伊即摆听会就好，就用这话讲去甲别人讲。啊，所以我互我同摆讲，足济人，若足济人做伙，就是拢咧讲迄是是非非啦，拢无讲正经事啦，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互我老实讲吼，迄个足济人诶点仔头啦，啊是迄个足济人诶迄种诶吼，迄种咧当是非之地啦。大部分拢安尼啦，迄种诶是用较莫坏诶，吼，较袂好压好，因为你若听着有人听着要讲咧，啊讲有人听，大家就无欢喜，啊无欢喜，大家就遐相济咧，安尼就唔好啊咧，吼，啊所以讲其实咧，家己爱修好势啦，吼，修事物，啊以前主诶三性，为人无义不忠厚，以朋友交不信服，团不信服，什么叫做忠？为人无义不忠哦，你做人的工课，你有尽忠无？我今仔食人的头路，你有尽忠尽职去做无？
你一日工领偌济钱？你有做迄个价值无？望你的良心看卖，毋是咱伫遮徛，伫遮磨费，时间也咧害钱啊，照领，安尼你就对不起着你的良心啊！哦，所以讲咱人要爱对咱的头家尽忠，就是讲我今仔甲你领偌济钱，我爱做迄个价值的。 安尼叫做对头家尽忠哦，也无会是有当时啊去化妆先就爱了啊行，啊了啊倒，啊倒的才过来。我紧啊时间嘛咧害，钱嘛是照领，迄你心就无共款啦，就无忠啦。哦，为伊无日不忠吼，伊朋友交不信吼，参朋友咧讲话有信息无？啊，毋通讲我讲买创啥货啊，无影无得食，安尼咁骗，咱就讲即个人无信用。 哦，人以后咱就较唔爱参与讲话啊！哦，因为你这人哦讲话哦背背啊，背背啦，哦无信用啦，哦啊，所以现在咧大人共款，因为咱大人是慈悲心，抱着迄个慈悲要救世，咱若甲讲讲是要求道，伊讲好，啊好时间到去袂晓袂得食，哦啊咱一个去到就讲啊，咱袂晓要来啦，啊骗我多只五世啦，安尼啦，咱嘛讲无要紧，今仔无缘好。 你既然要骗我，后摆我搁甲你用，看你骗我偌久啦，安尼啊，总有一天我会等着你的，哦，咱若社会就无共啊，为了生气安尼，安尼为啥？为着要度伊，啊度伊为伊好，嘛为我好，哦，因为你度伊，你会当了解你有功德，哦，啊伊也好，啊你也好，哦，所以讲两方面拢好，安尼咱才有工课做。 因为就无咱要创啥，无啥要修什么行，啥叫做修行？哦，所以讲团不是破，咱交代的话，老假命会减，啊假话会加，哦，话拢会加盐添醋，无人啊安怎教你，甲你讲安怎，你甲什么人讲安怎，伊就倒来加安尼就对了。咱世间人就是安尼啦，哦，物件价钱会减，啊话会加。你若甲讲哦，啊迄个人，人家讲遐伫遐发生车祸。 哦，啊话无去讲，啊有要紧无？话讲哦，看你那上正严重哦，其实伊嘛无看咱讲，听人为作一人尔呢，看你那上严重哦。即马来伊，我甲你讲咧，人即马搁问你咧讲，哎呀，我受冻咧，啊有要紧无？听讲无啥有效啊，听讲啦，无啥有效啊，但是讲真严重尔，到你的手里讲无啥有效。 即马第三个佫落吼，佫甲讲吼，哎呀，小东有要紧无啊？我也听讲袂话呢。你看，实在都受伤尔，啊到尾互你甲听，下来听到尾吼，还袂话，咱人就是安尼，假话会加就是安尼。因为咱无真心去看，啊有少人无有啊？过去咱咧求道人咧了，迄脱裤搞偌歹，拄偌歹，人有安尼讲无？啊，逐个拢安尼讲，其实伊来看无，拢无嘛。 啊，无讲甲一个影正，安尼对，哦。啊，所以讲你若有就会求道，你出去你就会去讲个啊，你讲个拢无影无得食，安尼啦。人来规矩偌好个，哦。啊，所以讲吼，就是拢无去的，啊，遐乱讲一条，乱讲一条啦吼。所以讲呢，爱上如是，用咱的佛性，迄个如是，先自然就定。 就哪敢若生命共款，坐伫遐就哪敢若生命的啦吼。喂，哦喂。 有咧惊大声啦，因为嘿，咱人拢歹去人歹定论就对啦。互学咧无投入课程吼，因为互我规年读起拢毋捌咧感冒啦。啊，即马吼有少班数吼，啊早毋甲你感冒，晚毋甲你感冒啦。啊，等候我甲我安排班了吼，5班的呢，安尼我就爱讲5次的呢，啊向来甲你感冒安尼啦，我就紧张起，现成都要讲啊，啊你安尼才互我感冒。
哦，买困药啊就安尼食，无法度要紧找医生，我甲医生讲，医生啊，医生就问我啊，你有梢无？有狗有流鼻无？我讲吼，迄个流鼻较重要啦。你甲我开药吼，迄袂流鼻出来，安尼啦，无我内底讲课吼，迄鼻啊安碎碎长吼，迄实在吼都流鼻，安尼就对啦。当然安尼药啊食着莫流鼻，安尼吼，互我倒来按卫生啊流，安尼无要紧啦，安尼啦吼。然后迄药啊吼开来，哦，那还是无问题吼，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咯，咱人袂当无事白啦，无事白吼。啊，今仔日在讲吼，声大就较暗啦，啊，声大较暗，啊，较厚喙焦啦，较厚喙焦啦吼。有人是啊，若有湿的所在吼，啊，望咱注意前背咧，甲体落去啦吼。啊，天地福利自能有书而无书，对有入狗，对无入狗有，对有搁还有无，安尼就对啦。修行就是遮尔啊妙的，困难咱拢毋知，想甲知影讲哦，道遮尔啊好，啊好是到尾啊，就爱搁放袂记一个啊，就搁好无去安尼，因为到尾啊，就爱有形有相，你若搁着相，安尼伊搁毋是道咧。哦，你若要讲这个道吼，有甲无咧，社会边仔听甲有啥啥安尼。迄个境界哪悬的人，伊涵养就哪深，啊看法就哪济，伊就讲哇，到尾啊反有无安尼啦，吼。啊你别来讲无，别来讲无，哦，对啊，啊就是别来讲无，别来讲无啊，因为有是照讲的尔，甲照来讲的尔，因若无你唔知啊，啊到尾啊本啊爱搁行因无的啦，安尼就对啦，哦，爱搁了无着相的吼，有有为而达到无为啦吼。戒断阴阳，去除咱的杂念啦吼，放下咱的慢言，遏止咱的妄心啦，因为咱的妄心吼上过头重啦，咱的妄心啦，万哪要创啥，万哪要创啥，一心肝一粒足大的啦，讲人心不足蛇吞象，安尼共款啦吼。现在现处做恶，心静伊才会静，伊才会清啦，哦，伫咧行大坐倒遐困。咱的心若静，伊自然就清啦，心明就显现啦，心就敢若神明啦。啥神明？要讲神明，神明就是讲坐伫遐啦，坐伫遐啦。就像咱的心，咱人已经无遮个杂念啊，就是像咱坐伫遐哦，念书、在书、教书、识书，安尼共款，安尼敢若神明共款啦。哦，名成佛初，咱的本性啊，学会迄个当初。万念就具足啊，万念就具足，万法就归一啦，无有两心啊，就干那一心尔。定智以至善，到迄个至善地，灵智如何可以定静安逸直至功夫啦？你若知影迄个智慧之所。如所种的按苗，业德性无成，妄容易犯，不知所至。所以讲吼，智慧之所，唔知影要智慧对哪去哦。亲像所种的按苗共款，啥叫做按苗？按苗就迄黄啊啦，哦，切啊打发起来啦，啊是菜打发起来。按苗就是讲吼，伊加熬啦，想要发较紧的，啊气就甲背一下。培育较紧的，好发较紧的，安尼就对。毋过两三工就死啊。所以就叫咱讲吼，咱修行爱一步一脚印，毋通一摆就要互成，一摆就要换，跳过一步啦，无可能。吼，所以讲爱按部就班，修行嘛爱按部就班啦吼。若孤自独者，要搁无害于世，智慧之所，则以讹传讹啦吼，流毒就有用啊！咱人唔知影，啊，搁报人唔知影，安尼就对啦。因为我唔知影，人若讲好都足够跪来拜拜，讲后日倒啊，迄种伊咧骗人的啦，吼安尼啦。因为你都唔知影啥叫做倒啊，啊倒是对你都唔知啊，人咧甲你讲，你都唔知啊，唔知甲唔知讲啊，吼，遐来就安尼传啊，安尼传啊。啊，迄无影无一只，因讲迄倒偌好，啊，迄是伊咧讲的，世间嘛足电视种的，啊，以讹传讹，啊，就是咧讲即个意思嘛。上过即个人都无孝，一个人甲讲孝的，嘿，迄个孝嘛，我会拍人，
迄个若过来讲，迄个吼，迄个头壳有问题吼，会拍人吼。啊，伊无笑嘛变笑，大家都毋敢话伊参讲话啊，吼。所以讲，咱人就是知影才来讲，毋知安尼乱讲，拢毋知安尼乱讲。啊，你若干家己知无要紧哦，像迄孤独者，迄干那单操一步的尔，伊爱念念，无袂害人哦，吼，迄个佫袂害人哦，吼。啊，你若下身哦，毋知啊，佮甲毋知的讲哦。自然就以讹传讹，安尼会来传啦。就上过去讲，迄拢偌歹，拄偌歹，啊无去看伊嘛讲，迄拢偌歹，拄偌歹，哦，安尼就麻烦啦，丢毒就无强去啊，大家就认为讲这无好啊，哦，有志修道者呢，必先求其真谛，咱后尾修的人爱知影迄个真知影真谛，哦，真谛才能真行，你毋知要怎行？咱即个知，咱毋知讲修行的好处，修行好，毋才会去做。要为钱啊，做到半途而废，半路就全转去啊，就无要修啊。伊还佫无真谛，伊是到皮尔，还未入骨，入骨就要入到嘴，安尼才是人口不退啊。若伫皮尔，容易生活啊，人甲你讲安怎，啊就对人讲行安尼啦，吼。所以讲咧，真谛者，知至善之所在，知影讲迄个。本来我有一个佛性至善的所在，哦，有迄个目标，咱就有迄个目标啊。经营者既无至善而不牵连，真正真行的人，真是修的人，伊就知影讲迄个至善伫对。我要修转来到西方，我知影迄个至善地伫对呀，我就袂去互牵煞去啊。你甲我讲啥，我就袂听啦。哦，果然至而不牵，即身心皆好大定义啊。那安尼咱就定着啊！人甲咱讲啥，安怎甲咱讲，咱都袂去听，互伊甲咱左右去啊！吼，就大定啊！知就亲像手共款，智呢就是功夫，哦，定呢就是效验，哦，爱有效验。故曰知止有定，定就是咧讲安尼啦，吼。最重要就是放咱的心老喜意嘛，即个放心放好势，定有宁静，静者心智。定止，咱的心静呢，就是讲咱的心已经有定着后，即摆搁第二步来哦，自然错妄真心，咱迄个急躁的，哦，迄个无宁静的，自然就无去啊，啊，无咱人会急躁啊，话无宁静啊，无静啊，人若讲你安怎了，讲我来甲问看嘛就好，啊，就切切着，就像急性安尼，实在后拢无去听。无了解一下，想影迄个有讲你安怎无？哦，了解一下，有人时啊就毒素，好，我才讲安尼是啦，我要参对峙一下吼，啊，就一棍就毒素，啊就去啊。啊，人啊无影无食活，啊你家己毋是鼻仔摸会倒转来，吼。所以自然咱人啊有定的人，伊就袂毒素，哦，有清净尔，伊会真地伫啊。人讲我安怎啊，我会去思考，敢有可能？哦，家己会去思考，哦，若有思考，若拄着我问看卖啊，迄安怎像爱平心平气和咧讲的，就无迄代志啊啦，哦，所以我毋通伤毒素，万里苦清，往心就顿息啊。你若有考虑，有去考虑咧，到周全咧，咱的往心就顿息啊，都无啊，哦，都无啊，安尼就好解决啦。因若无有人时啊心啊，佫伫遐扑着咧，哦，见幻境而不动，咱人幻境当作真诶，哦，看着幻境，袂当作做迷茫当作真诶，哦，啊若当作做迷茫做作真诶，啊话就足好啊咧，话忘记讲吼，哦，得着宝贵，有人则得着黄金吼，别到来看也无黄金啦，明明我著得着，我著囥伫门顶头诶对伊啊，去甲偏偏就讲无啦，做梦啦。哦，咱人有人时啊，人日不思夜不梦，哦，为即个幻境，哦，看着迄幻影，你就甲当作真诶啦，吼。自然你若看着幻境不动于心啦，咱的心袂去颠动，袂去受伊左右，含万事而不动摇，袂去互动摇啊。因为咱的心就对定来到静啊，哦，就袂容易去动摇，咱会拢会心思远离啊，就袂动摇啊。心静神悦，心若静，就敢若足太平共款啦，足自在，足自在。成定立名，
咱先啊定，理就明啊，你就当去分析对甲唔对啊，属嘅不同，袂容易一份呢错误安尼就要去问看卖袂啊，就袂想要去问看卖啊安尼啦，一定要讲这无可能啦，你分析起来都无可能安尼，果然无解就无大概啊，就袂发生代志啊，就袂发生代志。你去问落来，就会发生代志。大家无好面相看，讲的无好听，就会发生代志。所以讲咧，你若有去考虑，有去甲斟酌自然咧，到尾啊就无解啊。他是积水点头，晴空变幻，积水点头，你上爱水，上爱溪啊的水，你若积水，伫潭里，你若水若拢定定，水若拢定定，迄就清啊，足清的，就安尼咧，晴空变幻，迄个月就甲照伫水里咧，遐个月偌水呢，安尼啦，伊就水清嘛，水清天的物件，你看到水自然就印证伫你的水底共款，叫做滴水顶头，晴空变幻。犹如云玉依山飞，烟含珠而传迷。亲像云玉，亲像云如云玉依山飞啦。因为大陆有一粒叫做云玉山，迄粒云玉山非常的水，伊内底拢有迄个宝石，迄粒山拢是宝石啦，但是还未去开采安尼尔。迄若开采转来，好，搁甲做作客到地迄个卖足有钱的啦，迄宝玉嘛。你宝玉装在迄粒山感觉迄粒山含迄粒山都价值。迄粒宝石山，大家拢嘛会去甲看咧，迄含迄粒山嘛光辉啦。就像咱咧讲的讲，千山有形埋中骨啊，白铁无果自往神安尼共款。迄青山哪来迄粒山咧，迄个带着忠神的骨骸咧，上海甲开带着甲开的骨骸咧，你甲看，大家拢要去来看。你做的若嘛足够咧，迄个甲开是有珍贵甲害死的。要游看伊迄条桥的头前，就甲做珍贵的像咧，安尼。你若要行过，伊就看迄个大歹人伫边仔里咧，安尼。咱若看歹人拢会安怎？咱大家心拢顺顺的啊，感情啊。后壁迄个死就是你甲害的啦，安尼啦。一个去啊包，两个也包。所以讲，迄铁啊有够无辜的，就讲白铁无辜的，自往神去甲建设伫迄个感情的心啊。一个包，两个包，包甲一支铁啊比世界铁啊，安尼就。迄个铁啊差不多我有看我有够衰咧，安尼。你通甲我建设伫甲开人来到就甲我拜咧，甲我建设伫单身，甲我包一支铁啊包甲先变细机器咧，安尼啦。所以咱人拢知影单身，大家嘛爱做忠臣，咱拢知影爱做忠臣，但是咱要做忠臣，对毋对？你爱看你家己啊，你知影感情唔好，你知影做歹唔好。咱天天为了去做爱，为抢骗怪拢有啦，干那迄个骗术啊，心若无贪，袂受骗。我相信大家足侪拢得到迄个诈骗集团的电话啦，足侪啦，互我嘛听甲都唔爱听安尼就对啦。迄无所不啦，命出头都有啦，互我是讲互人咧骗术才头呢，也有人才会参与讲两句啊啦，我讲这内行的啦，因为我嘛做这样，受学生生活安尼，伊电话就挂了，上咱同行的，因为你袂使甲骂，你甲骂伊电话不是甲你干啊，开喙三字经就甲伊错咧，安尼咧，伊讲你即摆进度到安尼即摆进度袂用一个啦，阮这团即摆较提升啦，咱拢同行的啦，你就知影啦，讲咱参与，我就讲咱是同行的啦，安尼啦。因为你若讲骂有人先来错你，为着安尼，为着安尼，伊讲这个电话袂使教，这拢他们共款的，安尼咱就袂交掉啊，要无好，迄多麻烦，上在卡人安尼啦，为着钱为一寡老人的老山家为一寡退休金讲你食甲会退休拢嘛65岁以上你有几百万、几千万，你真世人食袂了啊！是安怎？你要搁拼迄落通的？迄投资，你搁互你趁遐钱，你才会去？
啊，恁囝要食，伊就去拼呢，对毋对？你还搁咧为囝为孙，咧甲做当做妈咪，安尼咧拖咧，安尼。你着甲碗咧，啊，着爱好好啊，甲享受，甲你当日春节好个，安尼就好啊，安尼。世间哪有好个？伊嘛有亲情朋友个，是安怎样报亲情朋友，要报咱了无熟悉个？你甲说就好啊。世间头迄鸟趁的，好好趁的，恁家去趁。吼，我趁你无熟悉，你要报我。啊，你若用咱的头壳甲说嘛知，啊，拢这知识分子去互骗去，啊，贪啦，安就对啦。哦，贪亲戚，这咱人若无头脑，小贪就软鸡，小贪就软鸡人，像个鸡人共款安尼。迄鸡人你若少年时毋知影啥叫鸡人，鸡人就是一个圆圆，啊，中一个空，啊，边仔甲压落吼，迄看鸡仔一个鸡人若会扭手啊，安尼扭起，伊迄就安尼，本来安尼，啊，怎就安尼？迄鸡仔有米安尼会食甲。迄食甲好，规日食，迄鸡人甲放去，合无？迄鸡仔就拢伫内底啊啦。小贪就弄鸡人啦，吼，若要掠你，啊你安尼有只毋知影谨慎，啊你就来啦，安尼啦，啊就强掠去刣啊啦，安尼啦。哦，所以讲咱人吼，毋通小贪啦，小贪就是互弄鸡人，就强掠去刣啊，安尼啦。为安尼强骗开去自杀啊，安尼啦。哦，所以讲吼，实在有可怜啦。家己若无贪拢袂啦，哦。无贪拢袂，亲像五岳山共款啦吼，烟含珠入川味，亲像迄烟，迄深烟共款。迄若含一粒珠吼，迄偌水咧，迄水若清安尼看着到着迄粒珠吼，会使讲吼罗光焕发呢，光闪闪有够水安尼。所以讲，迄个川有迄粒珠呢，自然就反出迄个。明媚哦，明媚作别咱年水款哦，迄叫做道色而中，道就是伫咱内底，咱迄个内底，咱若好好啊甲修，上爱保持伫内底，咱若甲好好啊修，你即身了法人看得到的嘛，哦，这真正即个人袂歹哦，即个人真水，咧讲话哦，也是咧做事，袂去贪，袂去骗人拢袂吼，亲像迄安尼，甚至会当修到文质彬彬，互人讲哇，这成一个修道人，差安尼共款啦吼，这叫做咧色，道色而中啊，德华有要，自然迄个德，咱的德呢，显露伫外口，咱所看到人就知影讲，你这修道人安尼吼，迄人目睭拢会安尼。有人遐咧去病院去甲看病咧，干若看到你穿即领衫，咱的传统的衫，人讲迄个去管道的，啊，你敢是去管道的？准，就对哦。迄个像我较早会去人看病，因为互我较早还袂白头当咧，干若后壁白是爽尔啦。迄人看后壁一个白迄个第一经理啦，安尼啦，吼。啊，迄个头前迄个经理我讲迄正是，吼，因为迄有迄个记号啦，啊，有迄个记号。啊，所以讲吼，咱就爱修为文质彬彬，吼，德，迄个伫外口，互看到讲讲，你较真正有成一个修行人，安尼，迄就是你的德已经表露伫外口，好看着啦。你这人已经达到文质彬彬啊，啊，无乌白讲话啊，吼，啊，对人非常的亲切啊，以爱咧对待兄弟姊妹啊，迄种的德华意外，处周模式。借月供奉，哦，周模式呢，伊这是北宋的一个儒者，北宋一个儒者，啊，伊作了画图，伊所画啊一幅吼爱莲图，迄个爱莲图正是天国还阁放伫大陆的博物馆的迄个爱莲图，非常的水，好看得到的是像借月供奉共款，亲像咱的迄个借月就是亲像讲好过啊。雾过天晴共款，非天空明亮，遐尔水哦，迄幅图就亲像遐尔水共款安尼。所以讲，咱的修嘛是心啊，爱亲像迄个爱莲图共款哦，像安尼迄借月光风共款啦吼，迄个佛色的水就是水伫遐咧啦。颜夫子的丹色，丹色飘逸在路下，一丹色一飘逸，伊伫路下，伊嘛是乐在其中啦，伊无烦无恼啦吼。坚如何宁静安？坚如何宁安？哦，安详
心精心明，移魂少精，助心太元，所以安咱大家安稳哦，心搁会定，搁会静着，敢若心明共款，迄个机会就少精啦，无有迄个杂质啦，就无有杂质，就会当家己太少精就是要太元，安稳自在啊，哦，向阳中道，不变其中，不输于万敌啦，毋免去输，毋免去输啦，哦，只要有法通做到即种啊就对啦。言行一如，动静不移，讲话行答一心命，无有两心，无有两心，言行一如，动静不移啊，无有两心。自空自的中心所欲不依鬼，你袂越轨啊，你袂去做毋对去。名士处之，左右逢其源，亲像名士处着左右逢其源。伊边仔吼，要用啥都有，然后水源足丰足，即首春去也有物件，即首春去也有物件，足富足共款啦。亲像咱眼佛珠安尼啦，左右逢其源。时书或文书安安是啊，文书安安就是咧讲吼古早的迄个尧帝迄个尧帝尧帝因为伊治理即个国家，以人道咧治理，遐百姓拢文书安安。家清大行，大项迄个国家真富裕真富裕，百姓大家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所以讲尧舜以出天下以仁，以民从之，真正大家是尊重伊的。扴条就无共款啦，扴条出天下以报，以民嘛从之，己所能犯，己所恶，以民不从。伊虽然用迄个霸道的，毋过无从伊爱互人去杀互人去关所以讲，随从心不从啦，己所能犯，己所恶，以民不从，总有一天会国法，安尼就对啦。所以较讲就用人道来治理大家百姓拢会真祥和生活拢会真安稳像咱道中共款以人来治理以道来教育自然大家有向道咧行，迄个心有修，自然你我大家一团的好气。一团的好气，大家过日安尼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宇宙安舒啦，安尼就是真舒服啊，心旷神康，宽如沧海，心像沧海共款啦咱的心咧，迄个跨度是沧海咱拢会安讲，度量较大咧，心较宽安尼。毋过咱人声拢会安尼讲，做袂到，真正也足歹做。要讲真正心量爱宽，度量爱大这偌歹做咧。你若无真正道实咧修你无法度不颠于自清啦，要以不得。你若做了好，人佫安怎甲你讲，嘛是作清净啦，清就是清啦。咱若是要以不懂。你搁安怎甲答？搁安怎甲讲啦？伊就袂落啦，签就是签，你无做就是无做，你的心地好就是好，无论人安怎甲你讲，你的心地拢是不变的，你的境界就已经到安尼啊，就对啦，到安尼啦，要言而不懂，人安怎甲你诽谤，安怎甲你讲，都袂去学做啦，咱都唔相信，成事心明月，成就咱的明月遐尔啊光。心如明镜，心像迄明镜定共款明镜，一定不染，无去互感染着，无去互迄污染感染着，一丝不染，自然就袂遐自家的代志来困扰着咱的心啦，安尼啦，修行就爱安尼行啦，40分到啊暂时的天分啦天分后半段才再来继续啦互我暂时讲到这啦，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